正大的消息来看，高雄市举办特优甲资深里长的表扬大会，其中2位支持罢免韩国瑜的里长就台颁奖的时阵，甲韩国瑜市长来呛声，这个场面是真硬摇。若讲到韩国瑜即摆的处境是真艰难，伊的太太李嘉芬进前来接受到周刊专访的时阵，就讲，若会当个选择一届对韩国瑜的中正之路，伊会讲 no。 甲有打呛市长的标语，伊是高雄三民区正行里的里长沈秀玲，呛声唔来伊尔，也有前金区三川里的里长曾进芬。在这场自由里长表扬大会中，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说好两位特优里长呛声，或者场面真硬摇。韩国瑜多做市长尔，就要去选总统，国民党内搁来乱。捍卫中华民国自由民主的决心永不改变。 再加上各阵营的攻击，和因太太李嘉芬真感慨，对着因翁目前的情形，韩国瑜为市长到选总统，李嘉芬讲：你让我有选择的话，我当然选择 no。韩国瑜这一路行来，引起真的争议，互人攻击，和因太太李嘉芬真唔甘，甘愿伊卖中正，面对太太无奈，韩国瑜讲：他已经做他真实内心的表述了。 只是讲，即马头拢已经洗落去啊，行到这个坎站啊，就看韩国瑜要安怎解决伊面临的困境。